上帝已经为着咱降临，咱原本是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咱选择家己爱行的路，咱也已经想要用家己的方法转去伊遐，总是无成功。但是上帝永远无袂记得咱，伊无停止听咱，无停止呼召咱。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，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，对答以后，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，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做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上帝的百姓啊，伊当为咱降临，伊伫即时已经降临。每一摆，咱若活倒转来仰望伊，伊就伫遮。伊逐日为着咱人来到即世间，伊的国度伫即时临到。敬畏伊的人，以怜悯因到代代。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，心智骄傲的人，伊有赶散因；有权能的人，伊律因的位；卑微的人，伊升因做权。枵的人，伊用好物，互因食到饱；富的人，伊互因空空倒去。伊扶持伊的奴仆以色列，来纪念怜悯，才有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，来示露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，到永世代。